美国一些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周三致信智能家居公司统一电子，对这家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公司可能涉及虐待东突厥散维吾尔人表示担忧。参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兹和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利以及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欧，在给环球电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信中称：“我们认为这些情况明显显示出强迫劳动的迹象。”印度与中国边界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知情人士称，中国在边界部署了超过100门 TCL-181 型52倍口径155毫米车载加六炮。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此前印度媒体9月报道指出，印军使用直升机在前线部署了 M777， 其他重型火炮则透过之前建造的道路运至前线。阿富汗问题会议在俄罗斯举行，塔利班派代表首次出席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此次在俄罗斯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的还有中国、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亚国家。会议周三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为维护地区稳定，各国在安全事务上进行合作的意愿。针对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在南中海撞到不明物体事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前天表达了中国的严重关切，并呼吁美国采取负责任态度，尽快对事件做出详尽说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有关暂停俄驻北约办事处的运作的决定无助于对话。但是北约仍然对沟通保持开放立场，并将继续评估莫斯科的行为。9月份，中国大中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下降，这是2015年4月以来首现环比下降，表明中国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正在传导至房地产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其调查的70个城市中，有1半以上的城市9月新房价格环比下降。许多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当局破坏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基金会、东突厥散研究基金会和维吾尔学院基金会于10月20日在安卡拉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土耳其好党、未来党和大团结党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活动。